徛在地看世界来看，美国为着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有1100万人，死亡的人数嘛超过24万人，伫全世界拢排第一。面对着严重的疫情，美国的准总统当选人拜登呼吁川普的政府要赶紧来交接。这个拜登甚至来讲谈话，讲若不爱来合作，会死搁较侪人。白宫的国安顾问欧布莱恩嘛让步咯，伊讲若确定这个拜登选赢，国安会就会来交接。From autos to our stockpiles, we're going to buy American. 拜登昨甲美国工商领袖讲出伊的经济政策，嘛讲到新冠疫苗分配问题，只是等忙啊忙，川普政府拢无要甲伊交接，伊话是愈讲愈重。More people may die if we don't coordinate. 因为现任的总统川普一直坚持讲伊是胜选的，乔治亚州嘛确实发现讲2600张选票无算到，是讲官员认为讲这无影响选举的结果。川普指定的白宫国安顾问伫之前访问中嘛讲愿意交接。If the Biden-Harris ticket is determined to be the winner, and it's obviously things look that way now, we'll have a very professional transition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it. 白宫国安会嘛表示讲，川普伫可能交接前会有大动作。川普总统将会在未来的10周之内卸任之前呢，对于这个中国采取更多强硬的政策。路透社嘛讲，川普安插一个支持伊的律师叫史都华做商务部出口的管理局新设的副总经的职位，好像就嘛增加未来10礼拜内美中关系无确定性。